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3月初1。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1节到28节，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1节，使徒行传第10章23节后壁段到3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徛起来。过去伫即个封建的时代，也是讲帝王的时代，人民伫官员的面头前，好若总是比人较低一点。见到这位阶较悬的人，拢着需要来跪拜。伫迄个古装的戏剧的中间，咱会当看见遮的人民。听到遮个官员甲伊讲平身，也好若亲像受到真大的恩典，人总是真欢喜接受到，好若亲像即种即个平等的关系安尼。台湾民间宗教对偶像时常用即个三跪九叩做一个真健康象征的代表。咱伫即个旧历3月妈祖生咧逝逐所在的时阵，会看到电视的报道，中间有一大群人会跪咧，趴伫个涂骹，等者即个载偶像的神轿经过。但是呢，伫基督教信仰强调只有敬拜上帝。并且咱也无用跪拜做要求，照耶稣的标准，咱是用心灵甲诚实做要求、做标准。基督徒无随便跪拜，因为伫咱的信仰的中间，咱只有一个上帝，无有其他的偶像，无有其他的神明，无有其他的人会当安尼来受敬拜。除了上帝以外，无有其他是咱跪拜，还是讲敬拜的对象。基督徒的心中只有上帝的宝座，无有其他会通代替。当彼得受到圣神基督圣神的感召，前往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厝的时阵，哥尼流伫伊的亲朋好友的面前，彼得来跪拜。彼得就马上甲伊讲：“请起来，我家己嘛是人。”因为彼得是一个受恩的人，也是一个受差遣将救恩传互人的人，并且今日咱来看到伊，因为主的呼召差遣来到伫哥尼流的家庭。彼得安尼甲大家讲：“恁拢知影，按照阮的规矩，犹太人是袂使甲异族密切来往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袂当将任何人当作无清气，也是世俗的。所以当恁找人来邀请我的时阵，我无有提时就来啊。所以现在请问恁请我来是为着什么？这是彼得伫迄个所在来说明伊来的目的。互人跪拜的事，其实嘛发生伫另外一位使徒保罗的身上，因为伫即个罗斯德的所在，因遐人将宣扬福音的巴拿巴甲保罗当作是希腊的神明希尼米甲宙斯的化身来拜。保罗甲巴拿巴的做法是安尼。圣经记载讲，巴拿巴甲保罗两个使徒听到就拆破衫，装入去群众的内面，话讲：恁哪会得做即款代志？阮嘛是人，甲恁拢同款。阮来遮传福音是要互恁离开虚假的偶像。
来归允迄位活我的上帝。伊是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创造主。早前的世代，伊容允万民行家己的路，不过伊一直有通过所做的好事来显明伊家己就是治天落雨，互恁照时修行，食米充足，心内欢喜满足。这是记载伫《使徒行传》14章第14节到17节。保罗伊真清楚，伊受到跪拜了后，伊就安尼甲因说明。如果咱用较白话一点来说明，也是来讲，因就是甲遮个人讲，恁对阮有礼貌真好，但是阮毋是上帝。阮只是受伊差遣的人，袂当代替上帝。我相信这是一名人受人拥护支持的人，时常会去忽略的事。这值得咱来做自我的警醒。伫旧约的圣经以色列书，咱看到先知受到上帝的启示，伊要受呼召成做先知进前，伊看到异象，好若亲像看到上帝的宝座，并且以色列受呼召的情形伫迄个内面。当面对受掠处在这个黑暗中的以色列人民，中间有假先知出现的情形的时阵，以色列受呼召成做先知。以色列要抵抗遐伊假先知百姓发出的预言，认为上帝袂会离开伊所竞选的圣城，并且有平安甲祝福为着因留存。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受掠去的人大部分犹原无去杀偶像，因无要活倒转对因的歹事行，因心中还阁是充满着虚假的幻想，掠做一心望赶紧倒转去耶路撒冷的日子得要到。因认为以色列所宣告的灾厄是袂临到的，阁毋是时阵。但是以色列借着上帝所交代伊的话，老老实实甲遮个人民讲，互因了解，因为因的罪恶的缘故，就要去互带到受掠的刑罚。这个一定会到伫因的身上。耶路撒冷将会遭受到上帝的审判，并且彻底受到毁坏。但是呢，上帝犹原爱以色列的民族来活倒转。上帝爱以色列先知徛起来，爱去代表上帝讲应该讲的话，做应该做的代志。虽然这会遭受到一寡人的误解，无一定会通接待，但是伊就是代表上帝，因为上帝交代伊讲的，交代伊所做的代志，伊就爱去执行。咱反倒转来看到遐个假先知，因却是安那牙悬家己，讲一寡虚假、违背上帝的话语。求主帮助咱。诗篇35篇11节到28节，凶恶的见证人站出来，因查问我毋知的事，因对我用歹报好，互我孤苦无助。毋久，
因破病时，我穿麻衫悲伤，刻苦禁食，为着因额头祈祷。我款待因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兄弟。我屈着哀伤，敢若为着老母死去得哀伤。毋过我跋倒失败的时，因斗阵欢喜，连生份人嘛一直甲我凌辱攻击。因做伙悲伤我，讥笑我，痛恨我，对我家己切去。主啊，你哪会惦惦伫看？要看偌久？求你救我脱离因的残害，救我的性命脱离少壮的狮仔。我要伫大会中间感谢你，伫众人的中间称赞你。求你毋通永远无缘无故对着我的人对我夸口，毋通互无理对怨恨我的人甲我吟。因为因无讲和平的话，颠倒造谣中伤意爱和平的人。因开喙大声攻击我，讲你看咧，阮有亲自看到。上主啊，你已经有看到，求你毋通惦惦，主啊，毋通徛远远，毋插我。我的上帝，我的主啊，求你精神。求你起来，为着我辩护，替我伸冤。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照你的公义判断，毋通互因伫我的面前洋洋得意，毋通永远因心内讲，你看，代志拄照阮的心愿，毋通永远因讲，阮已经甲因吞落去。愿爱我拄着患难的人见笑闹开，愿骄傲对待我的人拢失望见笑。愿爱我受判无罪的人快乐唱歌。愿因不是讲着尊上主最大，因为伊意爱伊的仆人平安繁荣。我的喙齿要宣扬你的义，规日拢称赞你。感谢上帝，互阮得到伊的施恩赐福，也感谢天父，互阮会通成做福音的使者。恳求主帮助阮，亲像保罗，亲像彼得，也亲像以西结先知共款来接受迄个界线。成做上帝眼中忠心的仆人，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